大家好，我哋趁春運之前去咗一轉佛山加廣州5日4夜嘅行程。首先我想介紹下喺筷子路嘅揮春街，非常有節日氣氛，好多鋪頭都整咗好多打卡位，係歡迎大家入去打卡嘅。除咗我哋平時嘅寫揮春之外，仲可以寫車。下一個係去到佛山必去嘅祖廟，睇下有歷史嘅建築物。每日有幾場醒獅彩青嘅表演，覺得呢隻親民嘅小獅子任人摸呢一個環節係非常特別。裡面仲有一個黃飛鴻館同埋葉問館。喺祖廟隔離有一個嶺南新天地，基本上係一個步行街，有好多我哋聽過嘅老牌子嘅老鋪喺呢度，有一部分係活化咗，而有一部分係做緊老本行嘅。下一個想介紹嘅地方係花卉世界，有地鐵直接到嘅，面積非常大，建議坐呢啲免費車兜一個圈先。今年新品種嘅蝴蝶蘭似唔似油畫？見到好多人揸車嚟買花，一棵蝴蝶蘭15蚊。下一個景點係南豐古灶，好出名嘅石灣陶瓷，以前就喺呢度燒㗎啦。遊客可以睇到呢兩個好大嘅龍窯。除咗好多賣陶瓷嘅鋪頭，仲可以自己體驗點樣去做。佛山餸菜嘅味道都偏淡，好適合香港人嘅口味。遊客先會點嘅叉燒包，呢兩間用嘅食材都係好靚。功夫夜市嘅佔地好大，值得一去。廣佛線係廣州同佛山之間嘅地鐵線，唔使預早買飛，非常方便。廣州南站係番禺，所以我哋去咗番禺兩個景點。第一個係沙灣古鎮，蠔殼場係以前嘅一種建築方式。最後一日我哋去咗西坊大院，係活化咗嘅工廠，有一間非常大嘅書局。如果唔係我哋要搭車走，我可能會喺度 hea 一段時間。喺佛山即場幫我寫咗個福字，我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幸福滿滿。下次再見。